哪个部分想把那个爸爸掐死？哦，每天吗？没钱。戏里面是那个情侣嘛，那会有那个亲密的戏吗？只有一场吧，对，就一场。没有亲亲吧？结尾。对啊，害羞的那种，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。有准备好吗？好像没有，就导演说等一下可以亲他吗？好。蛮自然的。好随便哦。特地用慢动作经验老道的感觉。这个时候会害羞，配到这一场的时候。你说亲的时候会害羞？还是用恐怖片的配乐？还好哎，就觉得哇，我还是蛮会谈恋爱的这样，有赞叹自己一下下。应该是跟怡君姐一起的，就是对，有发展。他跟怡君姐有一点点的感情戏，因为在戏里面是算我们是前男女朋友，对啊。但比较多，后来也是比较多是虽然就是彼此互相鼓励、互相激励那样子，也是有点像战友的关系。轻轻带过那个吻戏，我还是吻戏没有吻戏，只是感情。对对对。戏没有轻轻带过啊，是一个很激烈的分手戏，对，然后纯要哭的跟爱哭鬼一样，然后每天就是在笑他，就他跟怡君要分手，对。哦。音乐的那个配乐啊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，或者吵架的？吵架，因为有趣的事情有很多啦，就是首先你会看到各式各样演员的表演，就基本上我是在所有的人都看过之前就已经把全部看完了，然后包括所有的线，我等于是完全跟着这个戏的逻辑。那针对每一个演员的，不仅仅是他们角色本身，还有他们的表演，我都就做音乐节奏上面啊，各式各样，所以我感觉跟大家很熟，这样就是有一种亲密感。然后同时也学习很多，因为不同的演员有他们自己的特色，然后我都觉得哇，这个表演很好，这样我就因此快乐这样。然后，但是过程确实也有痛苦的地方，因为太多了。然后3个导演确实各自的风格、各自的逻辑，所以然后各自的个性，所以你要一下子跟这个人讲话，一下子跟那个人讲话，你的思虑要一直换，这样对，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然后还有看自己演戏的时候，一边配乐，心思确实是蛮复杂的，就是因为你太在那个角色里面的话，做音乐会有一点失去一个客观性，所以你要跳脱开来看自己的表演跟这一切发生的事情，这样，所以就会有一种，有时候也会检讨自己这样，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，自己真是棒，然后哪个部分想把那个爸爸掐死？哦，每天吗？没钱，他有付你酬劳吧？有啦，对，而且这次有稍微正常。我想说，是不是省钱才找你啊？没有啦，就是我们一起进步这样。对，主题曲还有参与监他这次他反而就是很开心称赞我，觉得这首歌很符合他想要的这样，所以反而是主题曲没有经过太多的磨合。跟大正对到戏吗？没有蛮可惜的，蛮想电他的。对啊，就是，但我们私底下就会常聊说，你这一季做了什么事情这样，然后他会跟我讲说，因为他很认真想要成为一个演员，这是他人生后半的目标，这样，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跟我炫耀，他觉得那一场戏演不错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那我不可以输这样，一个较劲过程。